如果这餐厅顶头的菜色出现冷气，这台北市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，着这个冷气伫咧土白菜顶头烧，业者表示讲是因洗无清气，人客反映了后随家换新，而且当天呢就无搁再出这土白菜啊。台北市卫生局今有派人去稽查，发现有4项过失含因二次进前就要解释。 之前有民众去连锁火锅店食饭，当要甲白菜等落去煮，售货员顶悬有活冷气的叮当。店家自己要要求自己的员工，这是一定是清洁上面没有做到位。内部的工作人员在清洗蔬菜的时候，又没有第一时间发现，所以就按照一般的程序把菜盘出给客人。 造成客人心里的不安，前都深感抱歉。业者回应讲，人客迄天是到台北大湖分店去食饭，发现讲这菜叶顶悬有冷气，所以甲店家反映，店家是先换一盘菜盘给伊，嘛甲迄天所有白菜的品项拢提掉，改用其他的菜来代替。强调讲未来加强员工训练，避免这种代志搁再发生。二是台北市卫生局是去门市来稽查，当中查出包括冰箱内的食米无冚等等4项缺失。现场未见食材内有异物，但查获厨房入口处门帘及炉台不清洁，令业者于5月27日前改善完成。其届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，将依违反食安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。只是这冷气的食安风暴已经不是第一摆发生，之前嘛有民众去素食店食饭，嘛是伫这汉仔素食顶悬发现活的冷气，嘛互外界真好奇，想到最近的食材常常拢会看到活的冷气咧。 最近气候比较暖和，然后又下雨，比较潮湿，像瓜牛跟瓜鱼就容易出来活动。它一般是吃植物的，比如说有一些草啊，或者我们种的蔬菜啊。专家讲，这冷气上介意较热较湿的环境，加上伊的黏液，有可能污染到食材。呼吁民众食面甲真正要看清楚，若吃只冷气，可能胃着光当自会散糖，甚至引起脑膜炎。被我们吃进去以后，它会穿过我们的肠壁，随着血流。 跑到我们的中枢神经，跑到我们的脑膜，那会引起所谓的脑膜脑炎。感染科的权威提醒讲，因为冷气的黏液嘛可能造成感染，呼吁民众若无细日去摸到，上好用清洁剂洗手，才会当避免手防污染，搁去摸其他的物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